南投水里往日外潭的方向，车未少，竟然看到几啊只杨马啊走到大路顶，有人驶车来到地，紧急打档啊，差一点弄到杨马啊出车祸，有够危险。警方讲，这杨马啊是附近的人家饲的，已经要求主人爱加强来看顾，无哦，罚款600块是小事，若出车祸造成伤亡，就歹赔回咯。一只乌山羊伫树骹休困，另外一只徛伫车路中央，轿车驾驶看到了停落来。这只乌山羊额头甲看着咧，慢慢行去路边啊。这是南投的水里要往入个潭风景区的车亭，有经过民众发现讲有山羊伫车路里散步，上济时有6只，当时呢集中伫三车路口，烦恼讲这羊会影响交通安全。有时候他们会跑，一绑出来马上搬家，我们这一定的。也会到马路那里，对，怕它危险而已。依照警方调查，这羊来自附近的私有地，虽然讲主人已经有围起来，出入口有防护设施，也不过悬度无超过2公尺，内底羊真有可能会跳出来走去外口，已经要求主人爱好好管理这羊。如失主为改善恣意让羊群到路上奔走，本所将予举发。若是无改善，警方就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开单，上悬会使罚600块。警方提醒讲，这个路段是往真日景点的所在，有真日游客往来，而且是一个转弯的所在。山壁顶就是私人的所在，无围起来。山羊若为遮走来，有可能发生车祸。警方提醒讲，罚钱事小，若是发生人员的伤亡，主人对来讲赔钱，还佫有刑事责任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